首先，我哋嚟介紹個人色彩學及面型分析。乜嘢係三原色呢？三原色即係指紅、黃、藍嘅三種基本顏色。呢三種顏色可以互相混合，調出唔同嘅顏色。同時，我哋都可以運用喺化妝上面啊。咁點樣將三原色運用喺化妝上面啊？我哋可以運用三原色嘅對比色嚟遮瑕。例如塊面上面泛紅嘅區域，我哋就可以用對比色綠色嚟遮瑕。暗沉位就可以用紫色嚟提亮。而黑眼圈呢，我哋就可以用橙色嚟遮瑕。例如依家好流行嘅三文魚色。我哋每個人嘅面型都唔一樣，我哋將每個人嘅面型總括分為6種，例如菱形面、鵝蛋形面、正三角形面、圓形面、方形面、心形面等等。而唔同嘅面型就適合唔同嘅修容方式。首先，我哋介紹男仔部分，點可以從咁樣變成咁樣呢？我哋請咗一位男 model 為我哋做示範。我哋即刻開片啦！首先，我哋會幫 model 除咗個眼鏡先，教佢點樣戴隱形眼鏡。妝前步驟。第一步，我哋會揾一個流動性比較強嘅水乳，咁樣會比較輕薄，方便上妝。之後慢慢搽喺塊面度，搽完之後等待吸收。我哋可以揾一個比較平嘅遮瑕刷，蘸取一個偏綠色嘅遮瑕膏去遮泛紅嘅痘印，咁樣可以中和塊面嘅瑕疵。較平嘅遮瑕刷用落嚟會更加輕薄遮瑕，記得要少量多次啊，唔係會容易厚重。之後揾一個三文魚色遮黑眼圈，一樣記得要少量多次喎。遮晒之後，我哋會用一個深灰色去遮一下塊面嘅黑色暗沉。跟住我哋就可以上粉底啦。男仔可以揀一個接近自己膚色嘅粉底液，同樣都係少量多次，從面中開始往兩邊拍開，過到自然之後，我哋會用提亮液提亮高光位，例如面中嘅位置同埋額頭嘅位置、法令紋嘅位置。定妝部分，先用定妝噴霧噴晒成塊面先。我哋有油色粉餅同埋粉末去選擇。油色粉餅嘅話可能會比較遮瑕，但係同時都會比較厚重。粉末就會比較輕薄自然，但係冇遮瑕能力。因為頭先我哋已經遮過瑕啦，所以我哋會揀粉末去用。定妝刷用點嘅方式去上妝會更加持久。新手可以用修容色或者棕色去上眉毛，咁樣嘅話整體會比較柔和。修容部分，一般修容盤呢會有2個修容色，偏深嘅係修塊面嘅，而偏灰呢就係修個鼻嘅。用偏深嘅顏色去修下顎線同埋顴骨位，如果額頭比較闊都可以修一下額頭嘅。跟住我哋用偏冷嘅修容色去修一下個鼻，同樣都係少量多次喎，唔好一條直線畫落嚟。如圖所示，終於到髮型部分啦。先將頭髮梳開，因為 model 頭髮比較長，所以我哋會將頭髮向後撥開，跟住用夾板將頭髮向後墊，做一個整體向後嘅造型出嚟。用髮蠟同埋定型噴霧去定型。服裝方面，可以揀一啲有版型百搭嘅款式。喺呢度我哋揀咗一件白色嘅襯衫。終於到你這部分啦！佩戴美瞳，妝前打底。我哋照舊都係攞一個比較滋潤嘅乳液保濕，咁樣上妝嘅時候會比較服帖。
我哋攞一個紫色嘅隔離，用嚟向塊面上面嘅黃氣同埋均勻膚色。跟住就到遮瑕啦，照舊都係攞一個三文魚色嘅遮瑕液。三文魚色可以有效咁樣均勻黑眼圈嘅暗沉。粉底部分，用粉底刷將粉底平鋪喺塊面上面，用粉撲拍打均勻，跟住就到定妝啦。用散粉少量多次定妝。修容部分，攞一把修容刷同埋修容色少量多次上妝。我哋先定咗佢喺眉弓嘅位置先，跟住再修飾鼻頭，慢慢銜接到鼻梁部分，跟住就畫眉啦。我哋攞一個扁頭刷，漸取深棕色畫眉。跟住攞一個染眉膏均勻眉毛上面嘅顏色。眼妝部分，我哋喺呢度揀咗一個粉紅色系嘅眼影盤，打造韓妝效果。首先用淺色打底，跟住再用深色加深，打造陰影效果。畫一個飽滿嘅窩線，咁樣可以自然放大眼睛。我哋可以先定位窩線嘅位置，跟住再慢慢加深，記得要少量多次喎。畫窩線嘅時候，可以順帶將顏色下至度，咁樣會比較自然。畫一個較長嘅眼線，拉長眼睛，跟住就開始黐假睫毛啦。由眼中開始黐，咁樣方便定位假睫毛嘅位置。腮紅部分，我哋可以揀一個收縮式嘅腮紅，打喺顴骨嘅位置，咁樣可以收縮顴骨。跟住就係開眼角啦，開眼角同時都可以打造拉長眼睛嘅效果。最後就係塗唇膏啦。用直髮棒捲一下劉海，打造空氣感。跟住噴上定型噴霧，夾埋劉海隔離嘅部分，打造蓬鬆感。
能力自動